Hello，大家好。今次嘅賽後點評就梗係講下呢隻曼聯啦，作客對維拉嘅賽事啊。喺賽前都收到太多嘅唔好嘅消息啦，包括咗好需要佢上場嘅文奴啦，喺曼聯嘅最後一課嘅操練就受傷。當然大家都有個疑問就係喺呢個咁重要嘅時刻，佢一路話要離隊喺冬季轉會窗，突然間受傷，大家可能嗰個疑問就係、咦，係咪真係受傷呢？係被受傷嘅定係一個內部嘅處分？我講嘅內部處分就係呢啲之前有一場嘅即係上一場比賽啦，阿文奴嘅哥哥就着咗件 T 恤，就話即係 free 文奴，即係解放文奴、釋放文奴，即係乜都好啦，即係俾佢走啦。咁賽後雖然話有啲嘅報道就話艾莫林就話應該都唔關阿文奴事嘅，咁但係我又覺得佢阿哥做呢件事之前咧，點樣都有問過細佬啩，即係你要做任何嘅嘢，特別喺啲公眾嘅場合着件咁嘅 T 恤，應該有啲嘅含義啦嚇，因為細佬係一路都話要走噶嘛嚇。咁亦都有啲曼聯嘅名宿就堅尼咁批評就話，即係作為一個後生仔，係咪應該俾啲耐性？就算喺後備咧，都等待一個機會上場咧。正正就曼聯最需要嘅時候，最需要文奴上場嘅時候，俾佢能夠印證自己實力嘅時候咧，就係受傷。咁唔知呢個受傷要唞幾耐啊？咁賽前曼聯呢個都係只能夠排出一個我叫做天殘地缺嘅一陣啦，三個非洲兵啦，安保姆、迪亞路、馬沙拉維就踢非洲國家杯已經離咗隊啦嚇，咁希望佢哋效力嘅國家即係黑心啲，早啲即係止步啦，可以早啲翻嚟啦嚇，但係都應該成個月都見唔到佢哋噶啦嚇。咁另外就卡斯美路就累積咗足夠嘅黃牌停賽啊，另外。即係迪列治啦，麥佳亞啦受傷啦，亦都係今場唔能夠候命啦嚇。你見到哇，數下5、6個球員都唔用得嚇。咁你見到啦，今場個排陣方面都要作出一啲嘅轉變，你都逼住阿艾莫林要做一啲嘅轉變啦。大家可能喺賽前都話：咦，會唔會一個契機可以踢翻呢個4後衞嘅陣式咧嚇？咁結果都係踢3中堅啦嚇。所以希雲繼續喺中堅嘅擔正啦嚇，亦都約羅啦。雖然大家都覺得約羅好似即係信心有啲危機喎，係咪應該俾佢唞下？但係你唔出佢，出邊個咧嚇？唔通出馬天尼斯即係好難調咯，因為即係中堅嘅位置，雖然你話有人喺度，但係可能某啲嘅位置上都好難再即係掉落去呢邊嘅中堅啊。因為蘇爾就一定係踢嗰個位嘅嚇，咁另外就都説到硬晒嘅烏加迪啦嚇，亦都係失去咗阿艾莫林呢個信心啊，唔會好少用佢嘅烏加迪踢翻，因為要頂翻個防中個位啊。大陸字多古班奴跟住萬字古亞就單箭頭嘅石斯高。先講下今場嗰個過程先啦。45分鐘維拉就先入波嘅，因為叫做你話呢場波其實係收貨嘅，我覺得整場嘅表現嚟講，即係你見到個速率啦，其實嗰場波嘅感覺好似踢得好快嚇。只不過係對方阿羅渣士就2個機會就能夠把握到啦嚇，即係呢啲正正就係前鋒嘅把握能力啦。你話呢邊古亞？佢入一球波，其實之後都有2次機會，一次頭槌頂彈地柱邊出，但係另外有一次就喺開波初段啦，即係未入波之前開波好早段時間有一下嘅抽射都係即係緊啲柱邊出，即係佢估下有3個機會，只能夠把握到1個機會咯。但係對方嘅羅渣士有2個機會就把握到晒嚇。講翻曼聯第一個失波啦，呢個即係45分鐘嘅時候，因為對方羅渣士就立到個波之後咧，一路推，咪見到阿約羅咧，你見到係即係慢好多嘅速度，追唔切。
即係俾佢推去大位射入。咁但係你話約羅追唔切咧，其實曼聯嗰個防守咧，嚟見到呢一張相啊，亦都冇球員衝出嚟即係幫手夾一夾啦。約羅當然就慢咗半拍啦嚇。其實約羅呢一個嘅即係喺防守上面嘅速度咧，唔係今場先出現呢兩個嘅犯錯噶啦，係之前都試過。唔係話可能佢嗰個信心危機，唔係個腳啊個速度係追唔上啊！即係你作為一個後衞裏邊咧，即係呢個一次又一次咁，即係證明佢係有少少未夠班咯。踢呢個位嚇，即係正今場嗰兩球都係羅渣士喺同一個位，差唔多同一個位置就射入啦嚇。亦都係當然曼聯個防守都係俾太多空位羅渣士，即係推去大位射入啦嚇。不過好在就係今場嗰個喺前場個壓迫咧，即係個搶逼咧，我覺得係曼聯係交到功課嘅，即係做到啲嘅效果出嚟啦嚇。好多時候都能夠壓到對手，即係搶翻對方個波，做一個攻勢出嚟。正喺呢個上半場個補時嗰2分鐘啦嚇，就係憑住多古啦，當時多古就逼甩咗卡殊其實想清嘅時候就諗多咗，咪逼甩咗之後就俾阿古亞喺呢個窄角度嗰度射入嚇，咁啊結果喺翻更衣室之前啊追和1-1嚇，咁啊今波2-1球就係頭先都講過啦，就係摩根羅渣士啦，又係咁樣推埋去大位度射入。其實見到約羅防守嗰時咧，第一下就即係咁樣縮一縮手，即係意思就係唔敢踢落去啦。當然可能你禁區踢咗一定係犯規，但係有時你要埋身啲嚇，第一球都係啦，你要追得切埋身啲，俾多啲嘅騷擾對方，唔好俾對方咁鬆容都起腳。呢一球就係啦。咁啊最後推下個位就大家一齊出腳嗰時候已經慢咗啦。咁啊曼聯其實防守係夠球員嘅，咁但係你可以話羅渣士兩個波都射得靚嘅嚇，都非阿拉文斯可以救到。咁但係你話喺入波之前嘅過程裏邊咧，曼聯個防守係脆弱嘅。因為上場咧，其實喺中間係俾人打穿嘅，今場就係中間冇俾人打穿，但係俾對方嘅羅渣士咁兩個嘅拉扯，即係其實好似即係羅渣士軌跡嘅射波入波，咁啊結果最後就贏咗2-1啦。維拉都勁嘅嚇，就係呢場波已經係各項賽事啦，即係聯賽就7連勝啦，歐洲賽嘅歐霸杯就3連勝，即係連贏咗10場。哇喺10場波，如果俾阿曼聯嗰個剪髮男咧，可以剪2次頭髮添啊！咁啊，呢啲都係我諗而家暫時隻手可以嘅英超球隊都係非佢哋莫屬。你追下咧，有機會即係挑戰前面嘅2隊添啦嚇。即係唔好睇笑佢哋10連勝喎，好難嘅喺英超大佬，再加埋歐洲賽添咪等嚇。今場曼聯其實好多嘅談論嘅焦點啦，包括咗班奴嘅傷出啦嚇，即係喺完上半場之後都頂咗好耐，拉傷咗大腿筋，摸下咁，但係揼翻順啲可能即係捱埋嗰半場，結果下半場就由馬天尼斯入替啦。馬天尼斯入替就踢前一格喺中，即係防中嗰邊啦嚇。咦，其實佢嗰個都幾稱職嘅喎，你相比烏加迪，即係烏加迪真係可以放棄嘅，真係你見到佢喺開波嘅初段有一球波啦，即係俾人逼甩咗之後咧，就趴喺地下就唔係第一時間起身。好在後尾對方個阿麥堅嗰個射門咧，先俾阿拉文斯救到啦。咁啊，然後都有阿希雲啦，即係跣住佢咁啊擋出嚟嘅。希雲都喺上半場嗰20分鐘裏邊都即係未夠20分鐘已經救咗3次曼聯㗎。之前嘅比賽，你覺得希雲可能已經交咗啲學費，今場係進步咗好多。希雲嘅進步，相對嚟講，約羅真係越嚟越弱啊！無論信心啊各方面等等都唔夠硬淨啦。始終做後衞唔夠硬淨都輸蝕，比較柔啲，即係無論佢嗰個成個精神面貌都係咁啊。希雲就越打越好啊！即係中間中堅呢個位置又多一個選擇。咁你話如果迪列治出翻嚟，咪俾佢踢右中堅咯。所以就左中堅，馬天尼斯其實可以即係踢防中，因為佢喺亞積士嘅年代都係試過踢防中嘅，就係一路都冇呢個俾佢試下踢上一格咯。就算喺Ten Hag嘅年代啦，甚至而家艾伯林年代，呢場逼住要俾個防中，我覺得 OK 喎，即係控制節奏啊，佢又唔會亂走，又唔會亂，即係好易失波嗰啲咯，又唔會扭波嗰啲，總之係做一啲最簡單嘅工作。即係如果日後即係文奴仲喺度傷嘅話，馬天尼斯可以踢防中呢個位置，多一個選擇，因為你後邊嘅中堅後衞啲其實係夠嘅。咁雖然因為今場都好多嘅球員就用唔到咁解啫。呢場波其實艾沃林
都話有見到佢嘅評論都話有啲有進步嘅球隊，但係有進步都冇用㗎，個賽果冇用啊嘛，輸波1分都攞唔到啊嘛，即係正如佢話齋，踢得好，但係第二日就已經又冇人記得，只係記得你呢場波係輸波咁解嘅啫嚇。咁啊，但係今場波都有啲嘅新意啦，我覺得大家都覺得係可以收貨喎，即係雖然話逼住啲球員要換一啲嘅位置，但係起碼有轉變都嗰個效果都 OK 啊。甚至兩個新仔啦 U18嗰兩個僆仔啦，因為青訓學院名將之後嘅積費查啦，上到嚟你話佢好多機會又唔係啊，咁就係睇唔到有啲咩特別嘅，暫時因為個時間都比較短啲嚇。另外就係阿利斯啊，另一個 U18嘅球員咁啊，結果呢兩位嘅青訓學院嘅產品啦，成為第255同埋第256名能夠完成一隊地標戰嘅球員啦嚇。其實利斯都有一球佢抽射㗎，咁啊中籠添啊。所以我諗如果有適當嘅時候，即係唔好有時就逼住先至用呢啲新仔，都可以慢慢俾多啲機會佢哋滲一滲，即係吸收多啲經驗，都即係唔使突然間出嚟即係臨危受命咧，好似唔知點咁樣。至少都係多啲機會上場，嗰個對佢哋嘅進步都應該有好大嘅得益嘅嚇。呢場波就開凌晨嘅12點半啦，咁因為冇好過4點鐘嗰啲啦，始終有睇下嘅，咁所以可以即係睇多少少咯。係呢場波係我覺得 OK 嘅，雖然輸波嚇。因為嚟緊對大戰曼聯會有啲大戰，嚟緊會對呢個主場對紐卡素，咁喺2025即係最後一場比賽就會主場對，即係嚟緊兩場都係主場賽事，一場係對紐卡素，一場對狼隊，睇下可唔可以即係收個靚尾啦嚇。呢場波其實維拉同曼聯都好多嘅淵源嘅，上季啦佢哋借咗阿華舒福啦，亦都借咗今季亦都有新組，係咪新組？因為今場就唔合乎嗰個外借嗰個條件上唔到場啊。咁你其實佢對方嘅正選都有連迪魯夫嚟嘅嚇。上季曼聯喺最後一場賽事就因為炒過咗呢個維拉嗰個踢歐冠、踢歐聯嗰個資格啦，搞到佢哋即係少咗大嚿收入啦。另外即係佢哋嘅馬天尼斯又上季季尾都好多時候話吹到好行，話去過曼聯隊，結果就係無疾而終啦嚇。即係呢場波都好多嘅談論嘅焦點嘅，咁結果就係維拉就喺主場連勝嘅走勢繼續啦，10連勝啊！咁睇下佢哋個連勝嘅走勢可以走得幾遠啦。曼聯可唔可以喺2025年啦最後嘅2場比賽啦嚇，可以即係攞6分，唔出奇啊！希望可以即係喺年尾裏邊俾大家少少驚喜啦嚇，因為嚟緊嗰個我諗球員嗰個傷病都會有啲影響嘅，咁另外最新嗰個阿班奴嘅傷勢就係拉傷腿筋，可能都要休息1個月啦。我諗都預計休息1個月，所以好多球迷就話即係一路叫阿班奴 out 係啦，今次真係 out，out 啊，1個月。睇下文奴可唔可以喺決定前度之前咧，可唔可以幫球隊做少少嘢咧？即係話要借出去咧，都要有啲表現至得嘅。咁但係如果你傷嘅話，喺1月冬，即係如果個傷嘅問題嚴重嘅話，唔知啊，因為都一路都冇報佢咩傷勢啊，淨係話喺訓練裏邊即係有啲受傷咁。但係如果你球隊要借佢，都冇理由借一個受傷嘅球員出去㗎，喺呢個轉會窗嗰度啊。另外斯亞斯嗰邊就好似話亦都係受到呢邊意大利嗰邊啦嚇，即係好多球會嗰個睇中咗。但係你見到佢係咪應該都係借出去咧嚇？其實你見到佢琴日上場都係好似冇乜用，反而後生仔另外阿尼斯都有一腳嘅射門，你見到佢都係走嚟走去咁，佢好似作用不大啦嚇。其實琴日嗰場波，我覺得艾莫林換走嘅石斯高係我都唔係太過滿意，即係除非佢體能下降得好犀利啦。你已經石斯高都有
兩次嘅即係有威脅嘅攻門，呢一次就俾阿馬天尼斯出嚟封走啦，另一個就即係推甩腳嘅嚇，至少都有兩個機會咯。個威脅性擺喺前面，始終都係大過其他嘅球員。即係如果你唔係話有受到個體力問題咧，我覺得可以踢多少少。另外頭先讚過希雲就係啦嘛，即係成場表現個數據都幾靚仔，即係救咗幾次嘅危機之外咧。即係佢全場都有7次嘅解圍啊！咁啊，另外好多嘅爭奪都能夠贏到啦。咁啊，希望打氣咗呢位後生仔，即係多個選擇啦，至少就即係因為你見到麥佳啊、迪列治嗰啲都係容易受傷嘅人嚟嘅嚇。另外萬字啦嚇，你見到佢今場即係喺前面延位啊，喺逼搶嗰時延位時都延得啲靚位出嚟嘅。咁啊，另外大樂智同埋多古喺個邊線咧，今場都好多嘅都有呢個傳中，即係出到波啊至少。反而今場波天長地缺，仲釋放咗呢兩位球員即係至少佢見到喺邊線個拉扯都出到啲波去俾球隊去攻啦，至少就即係我所以話呢場波係整體上係雖然話攞唔到分啦，咁但係都係滿意嘅，係嘛？唯有繼續努力啦，喺2025年啦，仲有2場比賽。好啦，咁講住咁多先啦，拜拜。